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云林县海线立委的选举，国民党有意思要推派到前立委张家军出来战，这是互民进党现任的立委苏治芬的接班人柯中富面临着真大挑战，甚至阁有人讲爱苏治芬归去家己阁出来选。也毋过苏治芬讲，伊挺柯中富来参选，两个人阁来发起着。过日啊，可行300里的活动，要用10天的时间，经过云林11个乡镇，总共300公里的路程，讲要自我检讨、自我检验甲自我挑战。穿白衫、戴过日的队伍伫云林的街路底行，今日头前有民进党云林的立委苏治芬，也有苏治芬的接班人，就是要参加后一届立委选举的柯中富。一行30多个人，10天要行云林11个乡镇，讲要可行，自我检讨、自我检验、自我挑战。大家都沉淀下来，仔细的想一想，想想云林未来的话，我们要何去何从？其实这摆行动嘛，被当作是苏治芬挺柯中富到底决心，因为这摆国民党有意要推派前立委张家军投入选战，这对柯中富来讲是真大的挑战。有支持者希望讲苏治芬过出来，所以讲这摆可行，苏治芬招柯中富做伙，有全力辅选的意思。我已经是民进党提名候选人啦吼，其实就是选择这条路，就要走到底，要坚持。柯中富嘛强调参选到底决心。